今日呢期內容同大家平時出街佩戴嘅首飾好有關係，而且關係非常之大。先問大家一個好日常嘅問題，你出門口之前係咪習慣性要將隻玉籃套上，將條頸鏈掛上，又或者手腕上面纏翻串佛珠？我哋呢個年紀嘅人都有呢個習慣，唔帶翻啲嘢出街，仲覺得手腕上面空蕩蕩，好似少咗啲嘢咁。為咩呢？一為好睇意，就係為咗心安理得。但係你仔細回憶一下，有冇試過咁嘅經歷？帶住某樣首飾出完街翻嚟，不但冇覺得安心，反而覺得整個人好似俾人抽乾咗咁，成身冇晒力，心口莫名其妙咁翳住，睇咩都唔順眼。有人覺得係行得攰，年紀大，天氣翳焗，唞翻晚就冇事。但係我想話俾你知嘅係另一件，你可能從來冇諗過，但係同你每日貼身相伴嘅事。我哋身上戴嘅每一樣嘢，只要係黐住皮膚嘅，就等於身體外面嘅一層無形護盾。呢個護盾揀啱咗，幫你擋住外面嗰啲雜七雜八嘅氣，揀錯咗。尤其係喺農曆7月，即係我哋俗稱嘅鬼月，呢個陰陽交替、氣場混雜嘅特殊月份，佢不但保唔到你，反而最易將外面嗰啲悶氣雜氣引到你身上。你花咗大價錢買嘅首飾，結果戴喺身上，反而日日喺度消耗你嘅精氣神。你話蝕唔蝕底？今日我要講嘅3樣嘢，同你晚年身體硬唔硬淨，屋企嘅積蓄穩唔穩陣，有好大嘅關係。特別係第2樣，10個姊妹入面，起碼有700個人手頭上面都有，仲要日日帶出街。你以為係保平安，實際上可能已經喺不知不覺中耗神漏財。我知道好多朋友心入面可能會諗，呢啲嘢我戴咗大半世，會有咩問題啊？唔使急，我等陣會逐件同你拆開嚟講清楚。另外，我今日仲要話你知一個每日朝早花30秒就做到嘅淨身小習慣，幫你將一日出街沾染嘅雜氣擋喺門外，乾乾淨淨咁入屋。呢個係我自己一直用緊嘅方法，簡單到極，唔使錢唔使力，但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呢個好嘢。我擺喺後面講，你將今日嘅內容由頭到尾聽晒，自然就知。所以喺睇今日呢期內容之前，我想同你講一句發自內心嘅說話。我哋能夠喺呢個平台上面相遇，能夠喺咁多信息裏面刷到，我呢條內容本身唔係偶然，呢種係睇唔見嘅緣分，亦係磁場上面嘅同頻共振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用，值得一聽，我想請你幫我撳一個讚，唔係為咗其他。呢個撳讚嘅動作本身就係一種正向能量嘅交換。你嘅一個讚就係話俾我知，你收到咗今日嘅信息，你願意同我一齊喺呢個特殊嘅月份裏面，俾自己同全家人嘅健康財富加一道免費嘅守護屏障。同時，如果你願意嘅話，可以喺留言區留下4個字，福氣隨身。呢4個字打出嚟，唔單止係俾我睇，更加係講俾你自己同全家人聽嘅。你打出嚟嘅每一次都係俾自己種一個善念，祈求一份福報。我哋咁多人一齊喺留言區將福氣接上，呢個力量係好大㗎。已經有好多老朋友話俾我知，每次睇完內容喺留言區留低呢幾個字之後，個心都覺得特別踏實，好似真係有一股暖流從心口流過咁。你可以試下。好，唔講咁多，我哋入正題。首先同大家講第一個問題，一件細細嘅首飾，佢憑咩可以影響一個人嘅身體同氣運？聽落有啲玄，其實個道理一啲都唔複雜。我同你講2個方面嘅道理，你就明。第一，物理層面，玉石、翡翠、瑪瑙呢啲嘢都係天然礦物，佢哋本身就含有豐富嘅微量元素。你日日戴喺手腕頸上面黐住皮膚，體溫會令呢啲礦物產生微弱嘅熱傳導同靜電效應，靚玉你戴得耐會越嚟越潤，越嚟越亮。嗰個係因為佢吸收咗你皮膚表面嘅油脂同水分，反過嚟佢亦會將自己攜帶嘅一啲嘢慢慢咁滲透俾你。人同首飾之間係一個互相滋養、互相交換嘅關係。幾十年落嚟，嗰個能量交織係真實存在嘅，金銀都係同樣道理。
純金性質穩定喺傳統裏邊，屬羊貼身佩戴會俾人一種沉穩安定嘅心理暗示。好多老一輩從意啱啱出世嘅細路打一把小金鎖或者小金鏈，就係要佢呢股安定沉穩嘅氣純銀呢。銀離子本身就有一種淨化作用。以前嘅老人家會喺細路嘅底衫上面縫一個細細嘅銀紐扣，或者幫女仔打一對銀兒，唔單止係為好睇，亦係相信銀可以幫手擋一擋污糟嘢。但係你要記住，銀嘅屬性偏涼偏陰。如果你本身就手腳冰冷怕凍，咁銀器戴得耐可能會令你嘅體寒加重。呢個要根據自己嘅體質嚟揀，唔係人人都適合戴銀。再講一下木頭珠，而家戴小葉紫檀、沉香、黃花梨手串嘅朋友都唔少，尤其係一啲老友記手上盤住一串柔潤嘅木珠，望落好穩陣。木頭呢樣嘢同金銀玉又唔同，佢係有生命嘅材質，自帶一股溫和嘅氣息，唔似金屬咁硬，亦唔似玉石咁亮靚嘅木頭珠，盤得耐會形成一層包漿。嗰種光澤係溫潤嘅、內斂嘅，望住就令人個心靜落嚟。但係木質嘅首飾都有佢嘅講究，佢怕水怕濕怕暴曬，出汗多嘅時候戴好易裂，洗完手唔抹乾就摸佢都唔得。尤其係農曆7月雨水多濕氣重，木質首飾更加要留心保養。唔戴嘅時候用乾淨嘅布袋收好，擺喺通爽但唔潮濕嘅地方。第二，心理層面，呢個更加重要，亦更加容易被忽略。你一日低頭可以見到幾多次手腕上面嘅爛，抬手可以見到幾多次戒指上面嘅花紋，朝早梳頭照鏡嘅時候又可以見到幾多次頸上面嘅吊墜。每一次見到佢都會俾你一個微妙嘅心理暗示。如果呢件首飾溫潤通透，望住就歡喜，你每次見到個心都會生出一絲安穩，一絲愉悅。呢件首飾就不斷咁輸送正向嘅情緒能量俾你。反過來，如果呢件首飾有裂紋、有缺口、顏色暗啞造型，望住就唔舒服。你每次見到佢，潛意識裏面就會多一絲煩躁，一絲不安，一絲擔心。一日見幾十次，一個月見上千次積累落嚟嘅係咩？唔使我多講。所以首飾從來就唔係一塊冷冰冰嘅石頭，佢係你每日最貼身嘅一件情緒調節器。講清楚咗呢一點，我哋再講下點解農曆7月呢件事特別重要。農曆7月民間叫做鬼月，7月初1開地門，7月15中元節，7月30關門。呢段時間喺傳統文化裏面被認為係陰陽交替、氣場混雜嘅月份。古人講7月流火，大火星西沉，陽氣由盛轉衰，陰氣開始抬頭。呢個時候你身上貼住嘅首飾就係你個人嘅第一道氣場過濾網。天氣翳焗潮濕，人本身就容易出汗，心煩，瞓得唔好。呢個時候你戴一件唔啱嘅嘢，等於係俾自己嘅身體同情緒加多咗一層負擔。會戴嘅人7月反而可以借助首飾嘅力量俾自己添一道無形嘅守護，唔會戴嘅人就白白浪費咗呢個機會，甚至俾自己添煩添亂。邊幾種屬於唔啱嘅？下面我逐件同你講清楚。先講第一種，來歷不明、冇經過徹底清理嘅二手舊玉舊首飾。呢一條我要特別提醒曾意逛古玩市場地攤，又或者曾意接手親戚朋友送嘅老物件嘅朋友，先講個真人真事。我識得一位大姐，佢好曾意淘舊貨。有一次喺地攤度淘咗一隻舊玉輪，成色唔錯，價錢又平，佢就日日戴住冇除低。結果戴咗唔夠一個禮拜，成個人就唔對路，夜晚反嚟覆去瞓唔着。瞓着咗都係亂晒大龍嘅夢，一個接一個。日頭呢冇精神，做咩都覺得攰，脾氣仲要特別大。屋企人都話佢好似換咗個人咁。後來我建議佢將隻鏈除低，用清水浸咗2日，再喺清晨嘅太陽底下曬咗3日，再戴翻，情況就好翻好多。點解會咁呢？道理其實一啲都唔圓，一件貼身戴咗幾十年甚至成世嘅玉器，佢裏面刻附嘅唔單止係前主人嘅皮脂同汗液，更加承載咗前主人幾十年嘅情緒記憶、生活習慣、身體狀態。你諗下，如果前主人晚年身體唔好，長期食藥，
嗰件首飾嘅細微孔隙裏面會唔會殘留一啲藥物成分同氣味？如果前主人性格暴躁、心情抑鬱，嗰件首飾長期浸染，喺呢種低頻情緒裏面，佢嘅光澤同質地會唔會受到影響？呢啲嘢你睇唔見摸唔着，但你日日黐住皮膚，但你嘅身體同潛意識係感受到嘅。就好似你買咗一件二手衫，唔洗唔曬就直接着上身，你會舒服咩？首飾比衫更加貼身，接觸皮膚嘅時間更長，點可以唔清理就直接戴呢？啱嘅做法係點？第一，如果係人哋送嘅舊嘢，尤其係老人家留低嘅，先問清楚來源同來歷，個心有數。第二，一定要做徹底嘅清潔。點做？我後面會專門教你一套安全嘅方法，保證喺屋企就做到唔使錢。第三，清理完之後先唔好急住貼身戴，先喺手上盤2日感受。如果覺得個心踏實，望住順眼，再正式戴起嚟，相信你自己嘅第一感覺，你嘅身體比你把腦更聰明。講到舊喐舊首飾，仲有一件事，我要提醒大家，有啲朋友從意買嗰啲所謂嘅出土老玉或者祖傳古玉，覺得年代越耐越有靈氣。呢度水好深，大多數市面上流通嘅所謂古玉來路都唔清楚，你根本唔知佢之前經歷過啲咩。我個人嘅睇法係一件嘢，如果你唔知佢嘅來歷，唔知佢之前俾邊個戴過，唔知佢經歷過咩事，咁寧願唔好掂。唔係所有老物件都適合戴上身嘅，有啲嘢適合擺喺博古架上面欣賞，有啲嘢適合收喺盒裏面當個念想。但貼身戴嘅一定要係知根知底嘅，乾乾淨淨嘅。呢樣嘢我哋心裏面要有一把秤。好，跟住落嚟係今日最重要嘅一種，有崩有裂紋嘅玉蠟同成線鬆脫就嚟斷嘅佛珠或者掛繩。我點解話呢一種係最緊要？因為呢一種係大家最容易忽略，亦最唔捨得處理嘅一種。你回想下，你係咪有一隻愣戴咗好多年，有一次唔小心喺廚房嘅台面上面扣咗一下，留咗一條裂紋，或者跌咗落地崩咗一條細紋，你當下個心都赤埋，但係後來你繼續戴住，諗住反正都未斷，掉咗好嘥。你有冇試過咁嘅經歷？佛珠嘅繩都磨到起毛變幼晒，你諗住等佢短先算啦，然後就一日拖一日。我話你知，喺物件磁場同傳統講究裏面，破損嘅貼身首飾，尤其係玉令同佛珠，代表一樣嘢，防護屏障出現咗缺口。你諗下，你屋企大門原本好地地密密實實嘅，而家門上面裂咗一條罅，你仲指意呢道門幫你擋風擋雨擋污糟嘢，佢擋得住咩？同樣道理，一件有咗裂紋嘅玉嘅，佢喺物理結構上面已經唔完整，能量場又好，心理暗示又好，佢都有咗一個缺口。你戴住佢個心會唔踏實，每次低頭見到嗰條裂紋，潛意識就會多一分擔心，擔心佢會唔會有一日真係斷開。一日見10次就係10次擔憂，一個月見300次就係300次擔憂。你計下，積累落嚟嘅負面情緒有幾大？而且從民族角度講，首飾有裂代表食祿有缺，唔係話你即刻就窮就冇飯開，而係話你嘅財富嗰個你辛辛苦苦儲咗成世嘅積蓄同福氣，佢嘅包裝上面有咗一個窿，財富有漏入嚟嘅多定流走嘅多。呢個道理唔使我多講，我再同你講一個真實嘅事。我識得一位朋友，佢嘅阿媽留低咗一隻翡翠鈴，嗰係佢阿媽戴咗大半世嘅嘢。阿媽走咗之後，佢就一直戴喺手上面，一日都冇除低過。嗰隻鈴其實已經有一條好明顯嘅裂紋，係佢阿媽晚年嘅時候唔小心喺洗手間整崩嘅。佢唔捨得除，覺得嗰係阿媽留俾佢嘅念想，除咗就好似將阿媽忘記咗。結果嗰幾年佢同我講，做咩都唔順，屋企大細嘅事成日出叉子，同老公嘅關係越嚟越緊張。夜晚瞓覺成日夢到阿媽，醒咗個心空蕩蕩。後來我同佢講，你日日戴住呢，只有裂紋嘅窿，日日望住嗰條裂紋，日日提自己阿媽已經唔喺度，你嘅情緒點會好？你情緒唔好睇，咩都唔順眼，同屋企人點會冇衝突？
唔係隻迪克里，係你自己日日攞住嗰條裂紋拮自己個心。後來佢聽咗我勸，將嗰隻裂用紅布包好，收喺首飾盒嘅最高嗰格。過時過節攞出嚟抹黑睇下，同阿媽講幾句說話，再放翻入去。由嗰時開始，佢嘅瞓覺好咗，脾氣順咗，屋企嘅事都跟住順起嚟，件嘢都係嗰件嘢，換咗個方式對待，成個人都唔同晒。仲有一個特別容易被忽略嘅問題，繩就嚟斷嘅佛珠或者吊墜係最危險嘅。你諗，萬一有一日出去繩突然斷咗珠，散到一地，都係你彎腰去執去追。我哋呢個年紀最怕就係跌親，萬一撞親點算？所以唔理從保平安嘅角度定係守護財運嘅角度，有裂紋嘅楞繩就快斷嘅佛珠，我建議你一係攞去修補，用包金工藝將條裂紋包起嚟。呢個喺首飾行好常見。包完之後唔單止戴得仲多咗一層金嘅保護，比以前更加講究。一係就用一塊乾淨嘅紅布包住佢，收喺首飾盒嘅底層，唔掉唔帶唔糾結。過時過節攞出嚟望下抹下都係一個念想，但唔好再貼身戴啦。講完頭兩種，我哋再講第三種造型過於誇張，帶有尖銳如龍角或者陰暗圖案嘅金屬首飾。呢一種可能老一輩嘅人戴得唔多，但係屋企嘅孫仔孫女、後生晚輩曾意戴嘅唔少。你可以對照下，你屋企嘅後輩身上有冇啲後生仔曾意嗰種風格？骷髏頭尖刺十字架變形圖案，黑色窩釘野獸造型，覺得有型有個性。平時戴下都可能仲得後生仔氣場燭火氣旺頂得住，但係農曆7月呢個特殊月份，我建議你提下屋企嘅後輩出去嘅時候，盡量換翻款式簡單、色調明亮嘅。點解呢？第一，視覺上嘅心理壓迫感。你諗下，一個造型尖銳、稜角分明嘅嘢戴身上，你自己望得耐，個心會唔會有啲唔舒服？同你面對面講嘢嘅人，視線掃到嗰個尖刺、嗰個骷髏，對方嘅潛意識會唔會生出一絲戒備同緊張？人同人之間嘅氣場交流係好微妙嘅。你身上帶住一件令人望見就唔舒服嘅嘢，無形中會拉遠你同人嘅距離，令到你嘅人際關係變得緊張。第二，尖銳造型喺傳統環境學裏面屬於刑殺嘅一種。咩意思呢？就係佢嘅外形本身就似一支針一把刀，佢嘅氣場係向外刺嘅，係攻擊性嘅。平時喺陽氣充足嘅環境入面，呢種攻擊性唔顯，但係喺7月呢個陰陽交替、氣場偏雜嘅時候，呢種攻擊性嘅嘢帶喺身上，好似一個人披住一身刺出去，容易招惹不必要嘅麻煩，亦容易令到自己情緒煩躁、心火上升。咁點算好呢？唔係叫你掉咗佢後生嘅嘢，你唔好隨便喐。你可以咁做，農曆7月呢一個月善意咁提醒下後輩話細路，呢一個月我哋帶翻啲簡單嘅金嘅銀嘅素色嘅都得，等過咗7月你換翻都未遲。唔好嗌交，唔好太認真，唔好強行沒收，點到即止就得，佢唔換都冇關係。你將你自己管好就得，你自己嘅氣場穩咗，全家人嘅氣運自然跟住穩。講完3種唔戴得嘅，我再補充2個容易忽略嘅壞習慣。呢2個習慣唔揀材質，同戴咩都有關。第一個壞習慣，瞓覺嘅時候唔除重型硬質首飾。有啲朋友為咗方便令鏈戒指瞓覺嗰陣，通通唔除，戴住嚟瞓。呢個習慣好唔好？瞓覺嗰陣，我哋嘅身體要徹底放鬆，氣血要暢通無阻。你手腕上面箍住一個硬繃繃嘅鏈頸，上面掛住一條沉甸甸嘅鏈，翻身嘅時候壓住頂住，不但影響血液循環，仲會令你瞓得唔穩，多夢，朝早起身手都麻埋。啱嘅做法係瞓覺前將硬質首飾除低，擺喺床頭乾淨嘅地方，等身體喺睡眠入面徹底放鬆。第二朝起身再戴翻，成個人都精神爽利。第二個壞習慣，多種屬性衝突嘅首飾亂戴一通。有啲朋友爭議將金銀玉木全部掛上身，左手一隻玉燕，右手一條金鏈，頸上面再掛多個木雕吊墜，手腕上面仲纏住幾串唔同材質嘅珠。唔係話唔可以戴得多，但你諗下，咁多唔同材質，
唔同顏色、唔同輕重嘅嘢堆喺身上，你自己攰唔攰？視覺上亂，心理就亂，心理亂，氣場就亂，氣場亂咗，運勢會好咩少即是多。呢4個字喺首飾佩戴上面特別適用。農曆7月，我哋化繁為簡，最多戴2件，一件貼身嘅主首飾，玉鏈或金鏈揀一樣，一件輔助嘅細吊墜或細手鏈，清爽得體，唔累贅，乾乾淨淨嘅，比咩都強好。講完邊啲唔戴得，邊啲習慣要改。下面我俾你3個喺屋企就做到嘅首飾清潔方法，簡單安全，唔使錢。第一個方法，純淨水沖洗法，適用於玉石、翡翠、金銀。揾一個乾淨嘅玻璃碗或者瓷碗，倒入純淨水或者凍滾水，將首飾放落去浸2到4個鐘，時間唔好太長，唔好浸過夜。浸完之後，用乾淨嘅軟布、眼鏡布、純棉布都得輕輕抹乾，擺喺陰涼通爽嘅地方，自然吹乾就得。呢個方法可以有效清除首飾表面吸附嘅灰塵、汗漬同異味，令佢嘅光澤回復好似新嘅一樣。注意，千祈唔好用自來水，直接沖。自來水入面嘅氯同漂白劑對玉石表面有侵蝕作用。第2個方法，清晨日光晾曬法，適用於所有材質，特別推薦。揾一個天氣晴朗嘅朝早，太陽啱啱升起之後嘅1個鐘內，大概朝早6點到7點，將清洗乾淨嘅首飾放喺乾淨嘅窗台上面，或露台嘅乾淨布面上面。等佢喺清晨柔和嘅陽光下面曬30分鐘左右。點解唔叫你中午曬？中午嘅太陽太猛烈，溫度太高，玉石容易裂，金銀容易發滾，木質嘅更加容易變形。清晨嘅陽光溫和乾淨，帶住一日當中最新淨嘅能量，用嚟幫首飾叉電就最啱。呢個方法每個禮拜做1次就得，唔使日日做。第3個方法，軟布叉石法，日常保養最重要。呢個最簡單，亦最容易被忽略。每日除低之後，用乾淨嘅軟布抹一遍，就咁一個簡單嘅動作，可以將首飾表面一日嘅汗漬、油脂、灰塵都抹走。日積月累，你嘅首飾會比人哋嘅光猛1倍潤1倍。呢3個方法你自己喺屋企就做到，唔使買任何嘢，唔使花1分錢。除咗首飾嘅保養，仲有一個同首飾相關嘅細節。好多朋友從來冇注意過，就係首飾盒嘅擺放。我哋屋企都有個首飾盒，有啲擺喺化妝台上面，有啲攝喺櫃桶入面，有啲隨手放喺床頭櫃上面。你可能覺得擺喺邊都一樣，但係喺傳統嘅居住環境講究裏面，首飾盒嘅擺放係有學問嘅。啲首飾盒入面裝嘅係咩？係你貼身嘅物件，金又好，銀又好，玉又好，都係同你氣血相連嘅嘢。呢啲物件需要放喺一個乾淨、光亮、相對安靜嘅地方。我見過有啲朋友將首飾盒擺喺廁所隔離嘅櫃入面，或者擺喺廚房附近嘅櫃桶入面。呢2個地方，一個濕氣重，一個油煙重，時間耐咗，首飾嘅光澤都會受影響。更唔好講氣場啦，最好係擺喺睡房嘅化妝台上面，或者書房嘅書架中層，唔好擺地下，唔好擺太低嘅位置。攞放方便又乾淨通爽。仲有一個講究，首飾盒唔好同鞋雜物啦堆埋一齊。有啲朋友習慣將首飾盒同針線盒、藥品、零碎物件混埋，放喺同一個櫃桶入面。咁樣唔好，首飾盒入面嘅嘢係你每日貼身戴嘅，佢值得一個獨立嘅空間。就算係一個細細嘅布袋，將佢單獨放好都好過同一堆雜物混埋一齊。你對待啲貼身物件嘅方式，就係你對待自己嘅方式。你將自己嘅嘢收拾得乾乾淨淨，企理，你嘅精氣神自然就上嚟。另外，仲有一個擺放上嘅細節，夜晚除低嘅首飾唔好隨手放喺枕頭底。好多人有呢個習慣，覺得放枕頭底安全，唔怕唔見。但係你諗，枕頭係你瞓覺嗰陣個頭貼住嘅地方，係休息嘅地方，上面擺一塊金屬或者玉石硬崩崩嘅，個心成日覺得有嚿嘢頂住，睡眠質素點會好啱嘅？做法係喺床頭放一個細細嘅碟或者一個細細嘅托盤，除低嘅嘢放喺托盤入面，又唔會唔見又乾淨企理。朝早起身一眼就見到，順手就戴返。
我仲要講多一句，首飾盒嘅位置其實都同屋企嘅整體氣場有關係。你諗，首飾盒入面裝嘅係你身上最值錢嘅幾樣貼身物件，佢就好似一個細細嘅財富。呢個細財富擺喺咩位置，同你睡房嘅整體佈局係互相影響嘅。一般嚟講，化妝台唔好正對住睡房門，亦唔好喺床頭嘅正上方掛鏡。呢啲喺環境學入面都係比較基礎嘅講究。首飾盒放喺化妝台上面之後，盡量保持台面嘅整潔，唔好堆滿塵埃同雜物。你每次坐低對住塊鏡嘅時候，見到嘅係一片清爽乾淨，心情自然就好。心情好，戴咩都順眼。我再講多一句關於肉嘅保養。我哋好多朋友曾意玉，亦都聽過人養肉，肉養人。呢句話，肉呢樣嘢確實需要人養，你日日帶住佢，佢吸收你嘅體溫同油脂會越嚟越潤。但係肉都需要透氣，需要休息嘅。你如果有多過一件玉器，我建議你換住嚟戴，唔好淨係戴死一件。一件玉戴10幾日之後，除低用清水浸一浸，抹乾淨，放喺陰涼嘅地方，等佢唞2、3日，等佢將吸收咗嘅嘢透一透，然後再換另一件戴，咁樣輪流戴，每一件玉都可以保持一個好嘅狀態，對你嘅滋養都係持續嘅健康嘅。我仲想順便講一句關於玉嘅顏色同人嘅關係。有啲人適合戴淺色嘅玉，清爽通透，戴咗之後顯得人精神；有啲人適合戴深色嘅玉，沉穩內斂嘅，戴咗之後顯得人穩重。唔係話邊種玉好，邊種玉唔好，係睇佢同你嘅膚色同你日常着嘅衫嘅顏色夾唔夾。你戴咗之後自己照鏡覺得舒服，覺得好睇就係啱噶。你自己嘅感覺最重要，唔好盲目跟風。人哋話好你就買，買咗又唔從意，擺喺櫃桶裏面封塵，咁再貴嘅玉都發揮唔到佢嘅作用好。前面關於首飾嘅佩戴、禁忌、清潔、收納、擺放都講得差唔多，最後我想同你講幾句掏心窩子嘅說話。首飾講到底佢係一件物件，佢再貴重再稀有都係為你服務嘅，唔係你為佢服務。物隨心轉，心定則氣聚。你帶住一件再好嘅玉，如果你每日心情煩躁、脾氣暴躁，睇咩都唔順眼，嗰件玉都幫唔到你。反過來，你哪怕咩都唔帶，但你每日心態平和、笑口常開、與人為善，你本人就係最好嘅風水、最大嘅護身符。所以農曆7月出街着得乾淨，帶得清爽，心態放平，行路穩陣，唔好去人多嘈雜嘅地方湊熱鬧，唔好去陰濕昏暗嘅地方逗留。唔好夜晚單獨出去行偏僻嘅路，將身體養好，將心情調好，將屋企收拾企理，呢啲先至係真正嘅保平安、護財富好啦。今日同你講咗農曆7月出街唔帶得嘅3種首飾，亦講咗正確嘅佩戴方法同日常保養小貼士，仲補充咗首飾盒擺放同玉器輪換保養嘅呢啲細節。呢啲嘢都係我自己呢幾年一點一滴儲落嚟嘅經驗。有啲係從老一輩嗰度聽翻嚟，有啲係自己試過之後覺得確實有用嘅，唔一定全部啱，但你試下，淨係試其中1、2個小方法，堅持一段時間，你可能會發現一啲細細地嘅變化。最後我想講，了解呢啲唔係為咗令你唔敢戴、唔敢出街，啱啱相反，係為咗令你明明白白咁戴，安安樂樂咁出街，穿戴得體，精氣神十足。去到邊都昂首挺胸，面帶笑容，全家人自然跟住你，順順當當，健健康康。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用，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：福氣隨身。呢個唔單止係喺留言區打幾個字，係你俾自己一個善念，俾全家一個祝福。我哋咁多人一齊喺留言區將呢個福氣接上，呢個力量係好大噶。仲未點關注嘅朋友，而家點一下，以後每一期嘅避坑指南同生活小智慧，你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，唔會漏，唔會耽誤。祝各位朋友7月安康，福氣隨身。我哋